國民黨的新北市長參選人李四川，伊的小弟李四宏呢，伊是涉嫌用這花貴金的名義，甲小琉球的青運業者討錢，煞予檢方甲起訴。這個案件呢，屏東的地方法院昨開庭，這李四宏等4個人有當庭來認罪，表示講願意來和解。後手呢，這法院是會安排來調解。看到有記者咧等，就隨外頭行入去法院，對別位離開。這名穿烏衫、戴帽仔、掛喙煙的查甫人，就是李四川的細漢小弟李四福。李四福因為含細人，甲另外2名查甫人，佇109年至113年，涉嫌向小琉球的本色青運業者用破產恐嚇的方式討回饋金。因為業者拿袂出遮濟錢，致使青運標案流標告解，規粒倒囤超過600棟的本色。檢方調查了後，2月起訴，20開庭。接近2023年的2月的時候，廠商跟公所反映了機具有被破壞的這個問題，所以我們在第一個時間點，馬上把這個事情反映給屏東縣政府。根據偵訊內容，李四福等4名被告全部承認犯罪。細年的查甫人表示，因為欠李四福人情，才答應倒找人恐嚇本色青運業者，甚至佫找2個人到業者住的所在破賊施壓。細年的查甫人願意主動繳回10萬塊的犯罪所得。4名被告嘛當場表示，希望和被害業者調解，業者這邊嘛願意接受和解。當時動員了大概250人次，還有12航次的船運來載運這些，把那些垃圾車、垃圾從垃圾車那邊轉運到我們本島來做處理。檢方調查，李四福等人用地方環保的名義，向小琉球青運業者收回饋金，造成島上本色運袂出去，影響到觀光旅遊。2024年，屏東縣環保局接手處理，同時閣有警察護送本色的狀況。但是這筆空，地方法院裁定改用簡釋審判定詞，後續安排調解庭。記者柯炳哲，屏東報道。